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初8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，是丰盛生命的主。我们要读约翰福音10章1到42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盗贼进来，无非要偷，要杀，要毁坏。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元宇宙期待为人类带来财富与丰盛，但现实却是使人迈入贫穷的未来。FB 脸书的执行长马克·祖克伯，他将他一生杰作网络平台公司大胆改名为 Meta 大元，宣告这个现行世界将进入元宇宙。但是不到2年今年11月却不预期地宣布，该公司成立18年以来首度大规模的裁员，影响了11000万1.1万的员工生计从人类的始祖犯罪人终身劳苦才得糊口，接着人类历史都在贫穷中打滚，因此只有上帝才能救赎人出贫穷困境，是给人丰盛的生命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或者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是耶稣用好牧人的比喻来对这些的群众说话。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羊圈他们在野地出口是没有可关锁的门，所以整晚必须有看门的人坐在羊圈的出口保护羊群。第1节说，你们是指法利赛人，他们不按真理来对待9章所说的那个生来就瞎眼的。他们经历耶稣，他经历耶稣的医治，却在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竟然让他们再次定罪，并且把他赶出去。耶稣说门的比喻是比喻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。牧羊人从真理之门进入羊圈，也可以比喻这些以色列人。法利赛人他们以人的传统进入，好像是耶稣所说的贼或是强盗，他们只强调这一些的律法。提到看门的，预表圣灵开启人心里的门，让主耶稣进入人的生命和他的内在。另有解经的神学家认为，这个看门的是指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。巴勒斯坦的羊圈是多由一个社团来共用，所以他会雇用不同的牧人来看管，各牧人以不同的声音来呼唤自己的羊群所以耶稣说，羊也听他的声音和认得他的声音。耶稣按着名字把羊领出来，这里意思是指把选民从旧约的摩西制度里面领出来，亲自引导来牧养他们。我们看到耶稣他应许给人有丰盛的生命。律法是叫人知罪耶稣来是成全律法，是要让人能够得救。
他来扮演一个好牧人的角色，所以好牧人跟雇工是不一样的。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所以11到13节提醒我们要跟随对的好牧人。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群，他认识他们的天性和需要，他会提供适切的保护，面对一些的野兽豺狼来攻击的时候，会挺身而出来保护他们。第三个好牧人是招聚所有的羊，就是给世上所有的人，包括外邦人，有机会得救。他提供丰富的草料来喂养，供应他们。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，同时用羊的门和羊的牧人来比喻自己。他表示自己就是救恩的门，是救恩唯一的途径。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除了他之外，别无拯救。他并且是基督徒的保护，是喂养者。所以在耶稣来之前，有许多人是自称弥赛亚。耶稣宣称他们不是真的弥赛亚，而是强盗，是贼，这些异端。所以属于基督的人要能够分辨教训的差异。早期的初代教会是用使徒信经来告白信仰，来检验这样的信仰。所以其中有提到说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他是唯一的救主。所以提醒我们，如果有其他的救主，那个就是异端。耶稣又说明自己同时是羊的好牧人，他愿意为羊舍命。他来到世上的目标，就是要叫人或者是叫羊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耶稣表达自己来是为叫人得丰富的生命，而其他的假弥赛亚却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？简单来说，是直到永恒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其实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把它当作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一刻开始，而且呢，一直到永恒。丰盛是心灵的富足，不只是心灵的富足。上帝向我们保证，我们不用为自己的衣食住行来忧虑，因为这个他能够赐福，能够提供。物质的赐福是上帝在生活所供应的一部分，最重要是属灵的生命，灵里的需要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任何境况下都可以知足，可以处丰富，处卑贱，都能够随时随在。但愿我们都能够信靠耶稣，进入到救恩之门，也在他的喂养之下，我们的生命能够从属灵婴孩直到成长、长大、成熟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像耶稣，活出耶稣的恩慈，活出耶稣给我们的盼望，活出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来思想，耶稣说他来是要叫人的生命得更丰富。耶稣的应许，你是否经历了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慈爱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神，你是提供给我们一条永恒的道路，你愿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这是你的心意。我们在这待降节期当中思念天父上帝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，成为
为我们开一条永恒道路的管道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愿意谦卑自己，降世为人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并且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，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，能够成长，能够茁壮，能够领受永恒的盼望之外，我们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愿你所赐的丰盛生命充满在我们每一天当中，也愿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主的施恩管道。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，愿我们常常为主来做见证，使你的名得荣耀，使人得益处。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友伯牧师，祝福您每一天经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你的丰盛生命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